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0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新浪财经一个报道说澳元集团总部部分资产第4次流拍。这个咱们在以前节目也介绍了一下澳元集团因为暴雷了，他的债权人把他那个在广州的那个总部好像4层楼吧要拍卖。8月20日，据阿里资产披露的信息显示，澳元集团总部部分资产第4次流拍。据此前披露的信息，此次标的为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08号的17层至20层，共计44套房产，起拍总价8530万元，标的物所在地为澳元大厦。实际上拍的就是那个澳元它的那个总部，就那4层。此次是2024年10月以来第4次拍卖。2024年10月首次拍卖时，起拍总价1.9亿。当年11月，21层被广州一家物业公司以3080万竞得，其余楼层流拍，那就还剩下17层到20层。2025年7月，17至20层重新上架拍卖，起拍总价较那个评估价已经打了7折了8月2拍起拍总价进一步降至8530万元，较评估价打了5.6折，差不多快腰斩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变卖失败，且债权人不接受以物抵债，上述拍卖的标的物可能将再次进入法拍。此次拍卖是因为澳元集团无法偿还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的金融借款。好了，是银行把它拍来了但是还卖不掉。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可是在广州而且这个天河区黄埔大道，听着名字好像也像是中心区不是偏僻的地方为什么打5折都卖不掉呢？而且根据这个拍卖这个相关规定它是第2次拍卖，如果卖不掉的话，可以以物抵债，就是银行把这个房子直接收了，以什么价格？就以那个5.6折评估价，就是8530万元。但如果银行不要怎么办呢？那你就在法院接着拍，那就打4折、打3折，这么样，反正卖掉为打5折都卖不掉，只能说明这个事对吧？彻底熄火。这个也告诫很多这个债务人很多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很多这个企业，再一次证明你手上所谓的资产那玩意儿不靠谱，真要变现金还债的时候，那也不知道打几折。这就是万达的王老板，你看看对吧？500多座万达，天天卖，越卖似乎的债务越多，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把钱存公银行的原因，对吧？你千万不要把钱拿出来，把它变成你从资产变回钱的时候，你知道有多难。同时这个债务是刚性的，对吧？你欠银行的钱那是死，一个月4000，一个月6000，那都是死。但是你的资产那是弹性，尤其是现在资产在缩水，对吧？你说这个澳元的总部打5折都卖不掉，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企业一旦现金流断了，一旦没有了现金流，为什么就会暴雷？因为它的资产保值不了，卖不上价钱，还卖不掉。如果你要把它卖的太便宜，对吧？它就会资不抵债。关于拍卖还有几条新闻，一个是烟台原万科公园地块再次拍卖，已多次流拍。8月18日，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披露，将履行职责，在破产强侵平台处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烟台原万科公园里地块再拍卖。也就是说这块地拍了好几次了，拍不掉，这家债务人已经破产清算，破产财产进行拍卖。本次拍卖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保留价等于起拍价，无人报名或出价的自动流。据悉，地块为烟台康悦投资有限2019年竞得，原计划与万科地产合作，定名为万科公园。此前地块已经历多次流，7月起价2.73亿流拍，8月起价2.45亿流拍，本次9月的2.21亿，目前结果还没出来。也就是你看不停的降价从2.7亿降到2.2亿，还是卖不掉。这是烟台的这个万科公园。上海一5星级酒店将被拍卖。近日，阿里拍卖上架了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这个索菲特大酒店都还是破的5星级。拍卖时间2025年7月28日10时至2025年7月31日，起拍价9.98亿，保证金1亿加价幅度就是500万元，这个评估价是14个亿折算下来正好是7折。上海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太宏路666号，是虹桥商务会展核心区7折拍卖这个目前似乎结果还没出来，看样子也是凶多吉少我们再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看待咱们房地产。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今天有一篇报道叫中国住房需求还很大，问题是城乡存在巨大结构性错配。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他说外卖小哥今晚住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少有人关心的问题。从统计数据看，一些进城的外卖小哥在农村有一个2层小楼，面积达200平方米，但他常年住在1线城市不足10平米的地下室，他可以使用的住房有210平方米，可实际使用率不到
5%，这个占确实啊，就是我这个说法，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就是你不是没房，你说不定应该有套房，或者你爸是有房，但是遗憾的是，对吧？你有的房子跟你就业的地方不在一起，很多人是这种情况，对吧？比如他在4线城市有套，但是他又在深圳上班，他4线那套房子要么是空着的，要么是家里人住着，他在深圳还在租房，完了如果他在深圳发展的好，或者在深圳长期待下去，他得考虑在深圳买房，这压力就大。老家的房子，这文章说啊，这不是个例，是一个巨大社会群体的现状。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刘世锦说啊，他以一个现实例子，深刻指出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和市场现状存在巨大结构性错配，重点体现在城乡之间。这种错配注定了房地产行业将会经历一个有难度、相当长时间存量调整过程。刘世锦表示啊，中高收入阶层要住好房，锦上添花可以，但更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以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刚性住房为重点，着力解决住房结构不足问题。他说啊，现阶段我国消费不足是一种结构性偏差，近年来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大幅下跌，基建投资也在减速，原先被掩盖的消费结构偏差问题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卡脖子的短板。这个短板不尽快补上，终端需求的收缩将会导致经济增速滑落。消费不足的痛点在哪儿？刘世锦认为啊，他说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处于全球偏低水，我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 44.5%，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以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相同发展阶段最终消费率仍高出我国约20%。这种状况难以用平均水平的偏离来解释，可称之为一种结构偏差。刘世锦说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说相当复杂，比如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较低，且内部差距大，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滞后，不同阶层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这是咱们按通俗的说法啊，就是大头太多了，对吧？个人的太少了。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维维老师说的嘛，对吧？咱们主要是在大头，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大头掌握了大量的，但是他有没有解决咱们的后顾之忧？你比如说社保、医疗，对吧？就是我们自己掌握这个小头的钱少，而且你还要解决养老、医疗，对吧？还有孩子教育，这个不堪重负。所以你要指望着拿小头的钱，对吧？还要去消费，这就是扯淡，这就是怎么刺激都没用的根本原因。说那么多没有用。关于这个外卖小哥进城，对吧？他城里面租10平米的地下室，或者跟人家合租，或者公园，但是他农村他也有房。我觉得这里面最大这个问题就是不公平。不公平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外卖小哥他在家里是有房，但是他那个房子不能卖，卖不掉的，对吧？一个是宅基地的问题，对吧？你要卖，你只能同村人之间去卖，那你能卖得上价格？本来那房子对吧，能值个50万，你要同村人之间卖，本来就没有买，价格受限。实际上这个外卖小哥他需要，对吧？他需要在他上班的地方能解决他就业的，他能有套房。所以说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把农村那个自建或者是对吧，这个第一线城市的房把它变现，然后趁着房价便宜，对吧，在他打工的地方去买房。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制度，对吧，他不能处置他的房子。有的外卖小哥是家里人，对吧，在前2年在县城给他买了房套着，现在那房子也卖不掉，没有流动性。当然了，现在外卖小哥有没有必要说在你上班的地方非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买房，这个也得另当别论了。因为现在租房也可以。我们看一看有大陆李嘉诚之称的这个潘石屹他在2018年，就是7年前对这个楼市的一个预判，大家看视频其实你走了一条跟别的地产公司不一样的路嘛，是吧？你看我们现在在你的楼里，你就大量自持，然后呢，过去几年呢又抛售了很多的一些销售，不是抛售，对，不用跑吧，就不用跑，对，就是销售了一些400多亿的对物业，然后但是你看另外有一些朋友们，他就是变成了每年要卖多少，要卖3000亿、5000亿这样的。全世界你说5000亿的房地产公司也就在中国会有吧，而且不止一家，对吧？今年上半年大概2000亿的房子已经有4家还是5家了，对吧？OK， 那么就为什么会你跟他们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呢？我觉得对市场和未来风险的判断不一样。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激进的判断呢？你跟他们讨论过没有？讨论的很少，因为在每个人的判断都是根深蒂固的惯性吧。就是过去10年、15年时间在不断的涨。人们在这个惯性思维下就觉得了还可以涨，还可以涨。可是我呢，我记得10年前的话，就是08年说过一句话，就是房地产的风险，只要不偷税漏税，
不了违法乱纪，不行贿受贿，就没风险。没风险，因为房地产的发展空间很大，上涨的幅度很大。可是到了今天，18年的时候风险就不一样了。在哪里呢？汇率可能是风险，因为这大房地产公司借的债了是外汇的债，它的收入是人民币的收入，这两个汇率就不一样。另外呢，就是持续涨了10年、15年，一旦跌了。资产价格，你的土地、在建工程、房子跌20%，能不能受得了？跌30%，能不能受得了？越大越扛不住，是吧？就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到了这个18年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就会比较多。其实你开始停止买地已经是有几年？3年了吧？3年时间。有3年时间啊，那为什么在16年左右，对，16年就会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就是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做任何生意啊，都要看这个基本的常识，常识我觉得有2个，第一个基本的常识呢，就是供应量和需求量，能不能平衡？当然这个看的话，有的时候不好看，供应量还好算。需求量在哪呢？突然一下几万人出来，你不知道从哪出来，是吧？对。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些指标来看，例如像这个租金的回报率，每一个城市购买了房子，按照当前的价格算，租金回报率高还是低？现在一般的城市啊，所有的房子算下来，不到2，租金回报率啊，没有超过3的吧？对，不到2。好的了就是2点几，不好的就是1啊。可是住宅基本上在1左右，1多是吧？写字楼有2点几，有2点几的，对，3点几有。可是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是多少？4.9。就是你把银行的钱按照4.9%贷过来，买了地，建了房子，辛辛苦苦建了房子，你真正租着出去，它的回报率只有1%。这就是一个不合算的生意。但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好吧？这已经是15多年都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观点啊，我给好多人说了，说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对，10多年这样。我说不对，我10多年前买房子就是2点几啊。但买了5、6年以后，你再回过头看那个房价，觉得好像就回报率高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在1999年建的项目。就是SOHO现代现在SOHO城那个对，这个项目购买我房子的人，租金回报率是20%。当年吗？当年是20%，是从20%一直降到现在的1%的降到1%的。因为我是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过程。99年房价会低，99年是北京房价只有3000多嘛，应该是。我这个房子销售到7000多。那你精装修的，带了家具的，7000多。这房子买了房子就可以租就可以租着出去，租着出去的回报率就20%。20%没多长时间，大概半年1年时间，紧接着就降到15%、12%、13%，一直降下来，降到现在的1%。所以这就是你判断市场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嘛。就是你的租金回报率，比你的银行贷款的利率要低得多。那么如果现在有一个年轻人20多岁，如果到上海、北京，你建议他们买房子吗？从这个经济账上来算，租房子合算，还租合算，租房子合算，就是租金不管怎么涨，相对于你的售价，就是买房子价格来说还是低。可是你要是有钱，有大量的钱，你放下，万一通货膨胀了呢？说是我这个手里面有钱和房子，总觉得房子还是比较更靠谱一点，更靠谱一点。房子还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嘛。如果是央行放的钱的量非常大，是吧？通货膨胀量非常高的话，还是拥有房子好。等于说了没说？那就是我没说清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10年后啊，你希望10年后自己是怎么样的？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法治。还是要法治，这是特别重要的。让大家都有安全感。让了守法的人有安全感。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未来中国10年的法治建设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对你自己呢？对你自己呢？10年后，对我自己呢，我觉得还是随着这个社会在变化。
我觉得未来10年时间，这个社会的变化会非常的大。这种变化绝不是出台一个政策啊，一个法律，而是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带来的变化。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其实我们看到过去10年时间，我们的购物、支付，包括吃个饭，是吧？包括骑个自行车都在变化。10年前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嘛？你想，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是吧？我觉得未来10年的变化，一定比过去10年的变化还要大啊。是一个加速度的变化，指数曲线的变化，我觉得变化会非常快的。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潘石屹啊，他是不是很成功，对吧？他是不是成功逃底？实际上这个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啊。现在说这个还早，但是有一点可以，他比现在的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啊，就是水深火热之中啊，对吧？或者说他跟他那个时代的那些开发商相比，那他一定是最滋润的，就是人是互相比较出。你比如说他跟那个许老板相比，他跟孙宏斌，对吧？他跟这个杨国强，甚至跟万科的王石，对吧？或者现在的这个万科的余亮，对吧？你要这么对比的话，那潘石屹可以说是相当滋润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成功逃顶了，这可不好说啊，对吧？只要你还身处在这个社会里，对吧？只要你还有大量的资产还在这儿，你还有负债，是吧？保不齐有那么一天啊，恐怕还是要进行清算，这谁也说不好啊。我记得啊，2022年或者是23，对吧？潘石屹旗下的那个物业啊，叫 SOHO， 对吧？他是7折甩卖，说明他当时啊就壮士断腕，他就已经判断出来了，打折往出卖，但是没卖掉啊。而且潘石屹也叫什么转型，对吧？以租代售，搞那个什么共享办公室孵化器，似乎都不成功，对吧？他现在身处异国他乡，恐怕也是有难言之隐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这个是个上海的一个精英吧啊，他写的，他说啊，他和他老婆啊都是985毕业，曾经是朋友圈里的人生赢家，说他30岁当上大厂的 P 级，年薪80万，他媳妇啊在投行做分析，年入60万。悲剧啊就是这个时候发生。2021年内，在房价永远涨的狂热里，我们咬牙贷款800万买下上海外环一套改善房，月供4万2。当时算过账，两人收入覆盖月供绰绰有，何况明年我还能升 P8，也就是说啊，他这个日子是越来越好，对吧？第2年还要升职加薪呢，这叫芝麻开花节节高啊。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命运好像是开了个玩笑，说命运就像一场精准的狙击。2023年我被裁时，房贷才还了2年，房子跌去了首付价。更讽刺的是，裁员当天老婆查出怀孕，而他团队因项目暴雷全员奖金归零。说现在每天睁眼就是银行的催还短信，二手房挂牌价一笔贷款就是比他贷款余额还要低200万。双方父母准备把老家的自建房卖掉，可农村自建房根本卖不掉。上个月我爸脑梗住院，我们连2万押金都是借的网贷。说昨晚老婆突然问我，要是当初没买这套房，我没敢说出口的是，现在哪怕断供，我们也要背一辈子的债。说孩子出生就是失信人的子女，这个真真假假不重要啊，对吧？因为我想到了这个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对吧？中金公司啊，中金证券一路啊上官什么火花带闪电的，这叫什么菜刀砍电线啊，一路火花带闪电，这个中金的一个职员是吧？也是因为对吧降薪，也是因为在上海买了房，也是因为跟这个有关，受不了刺激，从楼上啊一跃而下。大家还有印象吗？杠杆断了啊，不管你是精英还是普通的牛马都一样，只要杠杆断了是吧？杠杆面前人人平等。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